金曲奖传统团艺术音乐类听过日颁奖，金曲奖对第18届开始将流行音乐同传统艺术音乐分配来举行典礼。客家传统音乐当然也日为改多，音乐家卢认为讲推动客家传统音乐发展，奖项精神上嘅意义个大。不过就算无入围，也算无得奖，因能对传统音乐嘅热情也唔会减少。从3年前第18届金曲奖将传统音乐类、老流行音乐类颁奖典礼分开来独立举行开始。3万做传统音乐界掠到音乐家，未有嚟7家界相共抬头。客家传统音乐最近近年来在创意类金曲奖项动到8个年位纪录，未受到大家注意。去年参与为个安古老马少年恩个厉害，而为了30奖。2008年除咗最佳兒童音樂專輯之外，常用獻嘅客家8音內列，從而為了兩項。2007年強用係而為30獎，最佳戲曲到最佳兒童音樂之外，有河客樂曲製作嘅體育吉他樂，未而為了最佳民族樂曲專輯。另外，2005年傳統客家戲曲《長毛草》老常用獻嘅客家8音，未分別而為了兩項專輯獎。傳統音樂種類眾多，不過在意下少，偏偏和東南容易種風險去比較。傳統客家音樂從8音也係戲曲，雖然從條為二位，不過那種就冇按貴。按多年來從條出現在二位名單上嘅常用獻，前提金曲獎嘅進行，不過而傳用客家傳統音樂就唔得參與是那種。可能精神嘅部分大於實際嘅部分啦。因為傳統音樂在台灣包含嘅範圍十分大，故所以一個客家一個傳統音樂係咧屬於咧小眾啦，故所以愛在一個講一個傳統嘅金曲獎度項，按樣嚟來。有辦法和千好嘅表現，也冇按改啦。改變傳統嘅新藝術形式，客家世界向上劇場拓展到新嘅流量人，用初級條劇場音樂演上台，而為了第19屆金曲獎傳統類嘅跨界音樂，並求熱撈集中熱30獎。傳統音樂未有新嘅上映，向上嘅創作者看到現代創作市場嘅環境，需要還是自己填修。現在全台灣不管是流行非流行，全部都是1000張2000張。大家都差不多的情況下，我覺得這個年代已經沒有什麼主流不主流之分了，全部都是分眾市場了。所以，多一個晚會活動啊，讓全民開心啊。如果只是這種性質的話，那有需要花那麼多錢嗎？我覺得還不如把錢拿去補助樂團多做事。而是呢屆嘅金曲傳統音樂獎，而為嘅客家音樂專輯做得那獎項，當然值得大家期待。例如韓國類強用建設多大嘅音樂家，在典禮過後，還係強用為傳統音樂嘅保存到重新做客家多嘅特別。客家新聞潘建祿、汪小琪推北報道。